你也有这样过吗？今天早上的时候天气很好，我记得以前的我好像都会感到很开心，但我发现我怎么样都提不起精神。我想让自己开心起来，所以我试着在脸上挂上笑容，想说是不是只要笑着就可以让心情变好，但却好像变成了一个假人，跟世界好像隔了一道透明的墙，感受不到外界传来的温度。有些人跟我说是我想太多了，其实事情没有那么严重。但我姐跟我说，感受这种事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，没有人可以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感受。我知道不是每个人身边都有可以接住他们的人，也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想把这些写下来，写给还在撑着的你，也写给此刻还不太能说出口的我自己。只要你还在这里，察觉到当下的自己就已经很棒了。